我的脊椎发凉啊，想跳探戈啊。好了，哦，你的麦克风被我抢走了。我那个，哦，你讲话，你讲话。哦，好高，看。下手。还没10秒。这么快？对，就是时光匆匆。哎，这首歌哈，我是 rap， 我第一次尝试用母语词去挑战 rap， 我发现真的很难，然后念太快，然后我第一次唱给我爸爸妈妈听，他们先笑你在讲什么？那么快你的嘴巴这样，我说，后来再一次给他们听，他们说哦是这样，因为没办法想要挑战。在这个主流的音乐当中，去把真正要传递的，确实会是一个很难的部分。可是很高兴我有做到，而且经过老人家认可以后，我等于是有盖章了，盖了 CAS 图标，所以可以成功的好嘿。对，后来我有想过，因为一开始是纯摇滚版。后来有想过，想要慢，前面会放慢的。其实真正的原因，其实我的团员也没有问过我。对啊，为什么？对哦，就是要念慢一点，让老人家听得懂。这样，后来我唱一遍的，哦，这样。当然有些部分我还是会请教他们，因为老人家那个老舍弹音真是哎经典啊。想我的名字阿廖，Bonjour， 是头目线。我吃饱了的意思，终究。他最近跟一个法国女孩很熟啊。对对对，don't speak。对，好，为大家带来这首勉励年轻人不要忘记自己讲的话，这样，因为母语没有了，文化就没有根了。为大家带来这首 Happy Rap， 谢谢。要不要再一次？等一下，我们给鼓手拍手一下。你去打中拍一个。真的找不到。睡眠时间到了。好，我们直接从这边好不好？我们跟鼓手。1、2、3。
이래도 귀만 듣고 아까 당하는 불이 듣고 아메스 아까 사람 듣고 하라는 땅 원다 사기체는 나궁이